诗篇第64篇，大笔的诗交予圣乐长。上帝啊，我埋怨的时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免惊对敌的陷害。求你将我藏密，互我脱离邪恶的人的阴谋，脱离做歹的人的计谋。因磨因的舌亲像磨刀，因用恶毒的话做钱得瞄准，埋伏要射无辜的人。因忽然射伊，手嘛无掣；因参详歹计谋，暗中设计张罗梦，讲啥人会看见咱？因图谋歹待，讲阮已经有想出上精密的计谋。人的心思念头实在有够诡诈，毋过上帝要用箭射因。因为忽然受伤，因为互家己讲的话害死，看见的人拢会摇头，众人拢会惊吓，要报扬上帝的所做，详细想伊的作为。义人会因为上主来欢喜，嘛会倚靠伊得到安全。所有心正直的人拢会称赞伊。